这个入境检疫的新措施，3天加4天，为15号开始实施了后，相关的规定是予民众甲业者拢有疑虑，所以指挥中心嘛来公布着新版的指引，讲后壁4天自主防疫的期间，除了渔工、义工甲学生之外，只要快筛阴性，就会当出门上班总课，或者是买物件。但是防疫旅馆的业者也是认为安尼无妥当，讲安尼出入入是真歹管理。另外，民众来质疑，讲后壁4天为什么爱搁住防疫旅馆呢？敢袂当改住较俗的一般的旅馆呢？指挥中心讲，主要也是考虑到这个病毒有潜伏期。若是去住这个一般的旅馆，若引发到旅馆的感染甲群聚，安尼就废弃咯。边境放令，入境检疫时间对7加7变3加4，后4天自主管理期，只要有快筛阴性，就会使对防疫旅馆出外去买物件，或者是做工课。那是不是他们自己本身在防疫上面的一个准备或者是注重，这很重要。否则到时候也许透过是不是空调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传染到别的客人，那其实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事情发生。烦恼期检者出入增加其他旅客未到的风险。3加4新制上路，指挥中心公布新版的防疫旅馆指引，到底期检者敢是阴性，敢袂当出去，把关责任搁伫业者的身上。我们都给予一个诚信的一个信任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超过我们的一个范围去管辖客人。有民众质疑后4天快筛阴性，既然会当出外，是安怎袂当改住一般较俗的旅馆？指挥中心安尼讲，因为这个民众入境检疫还在所谓的潜伏期当中，导致这个一般旅馆里面产生旅馆内的感染或群聚。条件一开放，都放甲伤灵。虽然检疫期减少，不过也是有可能有病毒。规定无够明确，恐惊会互第一线的防疫旅馆业者、各民众爱用更加侪时间才会当适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